今次3月15號跑星期六沙田記日賽，呢次揀咗一熱一冷嘅心水場次，同大家分享下自己解讀。既然講得一熱一冷，希望次關呢兩隻冷門跑出，令到孖寶或者其他彩池比較好分啦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即刻同大家解讀下呢兩關嘅解讀先。先嚟頭關第四場第四班1200米草地，封面圖都已經表明呢關要賽神仙，所以就係要2號跨境寶馬。今次報紙出嘅零簽係第47簽，遙遙千里來西蜀。只係呢句就已經表明咗跨境嘅意思。縱觀其餘11隻馬匹入面，呢隻跨境寶馬可能話係最明顯嘅馬，所以即使係熱到透嘅馬，大家亦不妨攞佢做單色膽。配腳方面，亦難走甩呢隻9號英雄戰歌。劉備不費吹灰之力，最後可以把借來記荊州佔據為己有，其行為同英雄打勝仗無疑。最後只介紹多一匹馬，邊線記3號戀愛狂。主角之一劉備一言不發便聲淚俱下，自私無辦法歸還荊州，當中我就意會為戀愛狂失戀嘅意境。故此今場第四場第四班1200米草地，我記心水解讀為2號跨境寶馬做膽拖3號戀愛狂同埋9號英雄戰歌。即刻同大家睇次關，即係第五場第四班1800米草地。第一隻半冷門大家就要留意1號富起來。今場報紙記零簽係第38簽，歸去來係事官閒。見字解字常用係零簽解碼當中，簽文當中亦有個來字，而事官在位多年，到歸去之時，想必亦會有不少俸祿伴隨，所以我亦覺得合乎馬名富起來嘅意思。所以第四口孖寶記次關，我就會選擇呢隻1號富起來。配腳方面，歸來時係自己記漏失，雖然十分狹窄，但都會感到安樂無比。當中我就用拆字方式去解8號小飛俠，取我理解記狹窄記劫字，同小飛俠記合字。而另外一隻大冷門，大家就要留意10號快步向前。主角陶淵明倚着南窗，寄託佢記傲氣，與知己把酒談詩。南窗記南表示為方向，正正係我所想。馬名快步向前記向字，理解為方向。所以總結一下次關，第五場第四班1800米草地，除咗熱門8號小飛俠之外，另外兩匹冷門分別為1號富起來同埋10號快步向前。而第四口孖寶分別用第四場2號跨境寶馬射落下一關，第五場1號富起來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